中华这个查甫囡仔可能是去这个大圳耍水，拄着水门放水，也是漏水，未有逃生，全呢不幸亡生。这赤鸭鼻圳呢是灌溉用的大圳是封闭式的水路，管理处强调讲，这个水门漏水的是流速差不多是每秒2公尺到3公尺，有关这个水位平均是差不多1公尺，漏水的是可能会到2公尺。这个查甫囡仔身高只有差不多136公分，而且咧耍水风险本来就真悬，所以讲这是绝对禁止民众耍水。 水位有持续上升的情形。田用的大圳拍开水门下水，水位真紧的升悬。水位有增加，所以会做排洪的动作。中华溪州这个大圳水门平常时水就真济，差不多伫咧1公尺深，下水时阵会当达到2公尺深。啊，扣水都是国小2年的囡仔兄，是伫咧水源尾耍水，就有可能是因为伫咧下水时阵水冲了收洪，才会发生意外。因为我们的灌溉渠道都是长时有水的，然后水量也都非常的大，所以不会有职业声音啦，就是只有警告标志的部分才是。龙田水利署中华管理处讲，中华有3条大圳，水源头下水大约是每秒2公尺到3公尺的速度，水管道大看高啊大细条，平均1点钟得升源到1公尺悬，再加上高的水本来就真深，无论是大人含囡仔，拢会互淹过去。因为我们的灌溉那个渠道都是封闭型的渠道，我们沿线也会设置很多的一个标志跟一些救生圈，呼吁民众说一定要远离我们的渠道。 中华管理处强调，大圳沟是压田用的，嘛是封闭式水道，会采经过牌啊，公正是省水所在。啊，下水时阵嘛未有公布，所以大人含囡仔绝对拢袂当挖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